歡迎大家返嚟 K 廣東話看世界嘅頻道。今日為大家帶嚟一本喺2013年出版，好有影響力嘅書，書名叫《被討厭的勇氣》。呢本書有兩個作者，第一個就係岸見一郎，佢係一位專研究希臘哲學嘅哲學家；另一個作者就係古賀史健，佢係一位專業嘅自由撰稿人。佢哋兩個都係深受哲學家阿德勒嘅思想影響嘅。你哋可能未聽過阿德勒，但係應該都會聽過弗洛伊德同埋榮格。而阿德勒就係同佢哋齊名嘅哲學家。阿德勒話，創傷後遺症根本就唔存在，呢啲只係人用嚟逃避責任嘅藉口，即係嗰啲話自己細細個俾人虐待，大個咗就控制唔到自己咁樣做一啲變態嘢，呢啲根本就係佢哋嘅藉口。你哋又同唔同意阿德勒嘅諗法呢？有興趣想知多啲嘅人，記住聽落去啦。呢本書係以一個憤怒青年同一個哲學家嘅對話方式去敘事嘅。年輕人就代表住大眾，而哲學家就係阿德勒嘅理論。個年輕人一見到哲學家，佢就話：老師，聽講你一直都主張世界無比單純，人生亦都係一樣。如果真係咁嘅話，咁呢個世界應該好似細路仔嘅世界咁樣，個個人都唔使返工，唔使交稅，每個人都可以活得自由自在。但現實係呢個世界係殘酷得令人厭惡，人際關係複雜，無論喺工作、家庭或者社會上都要負上好多沉重嘅責任。咁樣呢個世界，你仲覺得係單純嘅咩？哲學家答：係，我依然覺得呢個世界係單純嘅，人生都係，因為複雜嘅唔係世界，而係你令到呢個世界變得複雜啫。呢句話咁熟嘅，似乎子華神都讀過呢本書。講翻個哲學家先，佢繼續話：無論係邊個，冇一個人係住喺一個絕對客觀嘅世界入邊嘅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住喺自己賦予咗自己俾嘅意義嘅主觀世界。你而家就好似戴住一副有色眼鏡去睇世界咁樣，唔係真正咁見到呢個世界。但當你有勇氣除咗呢副眼鏡，你就會覺得呢個世界唔同晒，人係可以改變嘅，而且仲可以變得幸福。咁年輕人就問：老師，你話人人都可以改變，但係我有個朋友，佢將自己困喺間房度已經好多年，佢好想出去做嘢，好想搵工，但只要佢踏出門口一步，佢就即刻心跳加速，全身都震晒，根本就走唔出間房。佢細個可能俾父母虐待過，或者喺學校俾人蝦過，就係呢啲原因造成咗佢對外面世界嘅恐懼。如果你話人人都可以改變，點解我個朋友咁想改變，但係都改變唔到呢？哲學家就話啦：如果你認為你朋友係因為過去嘅經歷而令到佢而家變成咁，咁照你咁講，應該所有細個俾父母虐待之下成長嘅人，全部都唔敢出街咯。但現實好明顯唔係咁。如果你只係聚焦過去嘅原因，想用呢啲解釋一切嘅話，呢個就係弗洛伊德嘅決定論，就係過去發生嘅事支配咗而家同未來，而且係冇辦法改變嘅。如果你一直抱住決定論嘅觀點，你就冇辦法改變任何嘢，永遠都前進唔到。咁年輕人就講啦：咁你真係覺得我朋友唔敢出街同佢嘅過去經歷冇關？哲學家就話：係。呢個就係阿德勒心理學嘅立場。我哋唔應該追求過去嘅原因，而係要睇而家嘅目的。你朋友唔係因為不安所以出唔到街，而係因為佢唔想出去，所以製造咗不安嘅情緒。阿德勒心理學稱之為目的論。你朋友而家不安或者恐懼都係真嘅，但呢啲症狀都係要為咗達成佢嘅目的而自己製造出嚟嘅。年輕人就話啦：唔係啩，老師？咁你即係否定咗心理創傷嘅存在？哲學家就話：我唔係否定，係堅決咁否定心理創傷嘅存在。用心理創傷嚟解釋而家嘅不幸，將人生當做一部戲咁樣演繹，的確係有令人難以放手嘅魅力。但係我哋唔應該俾經歷決定咗自我，而係應該由我哋去決定經歷對我哋有啲咩意義。人生應該係由我哋自己嚟做選擇嘅，唔應該俾過去嘅經歷去幫我哋選擇咗我哋將來要行嘅路。年輕人就話：咁樣你真係話我個朋友係自願困自己喺房嘅？唔係噶，佢真係被逼噶。
哲學家就話，如果你朋友一直困喺房，佢父母就會好擔心，會全心全意咁關注佢。但如果係行翻出嚟，佢就只會變翻一個冇人留意嘅平凡人，唔再有人認真咁對待佢。所以佢匿喺房係有目的嘅，但其實當事人又唔在場，我哋再討論落去都係唔會有結果嘅。年輕人就答：咁我哋唔講其他人，我講翻我自己琴日嘅經歷啦。琴日我喺咖啡店睇緊書，有個侍應唔小心將杯咖啡潑咗落我件新衫度，我嗰下真係好嬲，即刻大聲鬧佢。平時我係絕對唔會鬧人嘅，但係嗰一刻我真係失控。喺呢件事上面，我係因為件新衫俾人整污糟呢個原因而嬲到失控嘅，而唔係因為咩目的嚟製造咗自己嘅情緒。我嗰刻係冇諗過任何嘢。咁哲學家就答啦：如果你話你嗰時其實係嬲到控制唔到自己，咁假如你手上面揸住一把刀，你係咪會拎嚟殺咗個侍應啊？你嬲到控制唔到自己喎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咁你呢個例子我好似太極端咯。哲學家就話：一啲都唔極端。根據你嘅邏輯，一個人只要嬲就可以控制唔到自己咁犯罪，呢啲只係嬲嘅錯，當事人係唔需要負責任嘅，唔係咩？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咁樣你點樣解釋我當時嘅行為啊？哲學家就話：好簡單，其實你嗰陣時係為咗想大聲咆哮而製造出憤怒嘅情緒。你想用咆哮而令到個侍應屈服，幫你處理咗件污糟衫，但你又覺得慢慢同佢講太麻煩，所以你就揀咗一種最快最粗魯嘅手段去達成自己目的。憤怒只係你用嚟威嚇對方嘅工具。年輕人就好唔服氣咁講：你亂講，我嗰陣時根本就冇思考過，我嘅憤怒係瞬間爆發出嚟嘅情緒嚟噶。哲學家就話：憤怒其實係可以控制噶。試諗一下，有個阿媽鬧緊個女，突然電話響，原來係老師打嚟。阿媽把聲即刻變得溫柔有禮。講完5分鐘電話之後，一收線，佢又繼續大聲咁鬧個女。呢啲係經常都有發生嘅事，所以憤怒其實係一種可以收放自如嘅工具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冇諗過原來你係一個咁可怕嘅虛無主義者，你嘅睇法充滿咗對人嘅唔信任。你否定咗人嘅感情，話呢啲只係用嚟達到目的嘅手段。哲學家就話：我冇否定過感情，我只係話人係唔受感情或者過去控制嘅。如果覺得過去嘅經歷決定咗一切，而你又冇辦法改變過去，咁樣你就會對呢個世界好絕望，人就會變咗係厭棄人生嘅虛無主義者或者悲觀主義者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但係過去嘅影響真係好大喎。你話人人都可以改，咁我可唔可以變到好似我個朋友阿 Y 咁樣？佢陽光又開朗又受歡迎，唔似我性格咁倔強。如果我可以變做佢，我一定會好幸福。咁你覺得我可唔可以變成佢啊？哲學家就話：以你而家嘅階段嚟講，應該唔可能。年輕人就話：我都話噶啦，人係改變唔到噶。更何況我同 Y 嘅氣質根本就唔同。哲學家就咁答。咁我又問下你，你想變成 Y 嘅目的係乜嘢？你想變成 Y 係因為你唔中意你自己，所以想變成其他人，拋棄自己？年輕人就答：我承認我係討厭自己，咁又點啊？哲學家就話：咁你之所以想變成佢，係因為你只在意你經歷咗啲乜嘢，但係你真正應該關心嘅係你點樣運用你嘅經歷。年輕人就即刻問：但現實係有人一出世就係富二代，有人屋企窮到窿，呢啲就係現實。我哋在意自己嘅經歷，亦都係理所當然。有乜嘢唔妥啊？哲學家就答：我冇忽略現實，忽略嗰個係你。你而家嘅不幸係你自己揀嘅，就好似冇罪犯係純粹為咗想做壞事而做，佢哋犯案係因為佢哋覺得咁樣做係對自己有好處。同樣道理，你喺人生某個階段揀咗不幸，因為你覺得呢種不幸對你係一種善，即係有用嘅嘢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你話我自己揀咗不幸，你咁樣講，我完全接受唔到咯。哲學家就話：等我用阿德勒嘅心理學嚟做個簡單嘅說明。人會賦予每一段經歷一個意義，將呢啲意義集合起嚟呢，就係生活形態。
狹義啲講，生活形態就係性格；廣泛嚟講，生活形態就係世界觀。如果你將我有悲觀嘅性格呢一句改為我有悲觀嘅世界觀，咁聽落世界觀呢個詞係咪覺得就可以改變呢？而你大概喺10歲左右就選擇咗自己嘅生活形態。年輕人就問：我10歲嘅時候根本就乜都唔識，點會揀到自己嘅性格啊？當我退一萬步接受你嘅講法，咁我嘅性格已經決定咗啦，又點會改變到啊？哲學家就話：既然生活形態唔係天生嘅，就有改變嘅可能。你改變唔到，只係你立下決心唔改變。就好似你揸慣咗架貨車咁，就算架車有少少問題，你都唔會覺得接受唔到，你會覺得揸一架揸慣嘅車會比較輕鬆。就好似而家，就算你對自己嘅生活有不滿，但保持你而家嘅生活呢，其實係會比較輕鬆同埋安心嘅。換句話說，你係缺乏咗變得幸福嘅勇氣，所以你會不幸。我有一位年輕嘅朋友，佢夢想成為小說家，但係佢成日揾工作太忙嚟做藉口，而寫唔到作品參加文學比賽。其實事實係佢冇勇氣去改變，只要佢唔試，佢就唔會失敗。佢可以一直諗，我唔參加啫，我參加嘅話，我都可以贏到比賽噶。我諗再過多5年、10年，佢就會開始再揾藉口話我老啦，或者話要照顧家庭之類嘅藉口而繼續逃避。哲學家話，其實如果佢下定決心參加比賽，就算落選咗都唔緊要嘅。佢可能因為咁樣而成長，向前邁進。佢唔試，佢就邊度都去唔到。年輕人就話：老師，我覺得你嘅哲學太嚴苛啦。你話心理創傷根本唔存在，人嘅不幸係自己揀嘅。哲學家就話，其實人嘅過去對將來一啲影響都冇，決定你人生嘅係活在當下嘅自己。年輕人覺得太多嘢要諗，太多嘢要消化啦。佢哋呢一日嘅對話就去到呢度，唔知你哋又同唔同意哲學家嘅觀點呢？你覺得究竟係有咗雞先，定係有咗蛋先呢？有咗憤怒嘅情緒先，定係有咗鬧人呢個目的先呢？又同埋，如果嗰個困喺間房嘅人嘅父母根本就唔關心自己嘅仔女，咁佢哋係咪就冇咗引人關心佢哋呢個目的，而繼續匿喺間房入邊呢？唔知你哋又點諗呢？不妨留言話我知啊！今集就去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